来看到金鳌出国比赛摕金牌公营倒转来，这是台东巴拉雅拜部落16个阿美士少年家组织一个爬龙船的队，进前来到韩国釜山参加国际爬龙船的比赛，摕到一块金牌和一块银牌，名声烫四海。会当讲是咱台湾原住民之光。这个队员普通时咧训练的时，拢是劳心百百，食苦当作食补，真无简单，才摕到这么大的光彩。站住！外口的民众大声喊加油，内底选手过来咧爬龙船，尾啊头一个冲过终点，比赛结果出来，代表台湾的台东巴拉雅拜龙船队摕到金牌。摕台湾的国旗冲起哩颁奖台，台湾阿美族的16个少年人来到韩国釜山参加比赛，摕到一金一银的好成绩。不过，其实因拄成立的时阵，阁有一段真辛苦的故事。2012年头一届伫台东比赛，结果龙船沉落，互大家踢笑。尾啊16个队员就拼死练习，普通时用沙条当作船杯，参边的排水沟当作溪仔，练体力练配合度，总算互因拼到金牌，变作原住民的英雄。很多困难，因为有时候英文听不懂，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最外面听不到裁判说开始的口令。受到比赛过程拄到各种的困难，实在足辛苦的。不过因将2个奖杯帽咧，转去到部落，受到大家欢迎的时阵，不管过去留偌济关，嘛拢感觉有价值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